大家好，我係從前電子家裝，今次要介紹個好嘢俾大家，即係海水之嘅新品 MT07 20合一工具鉗。首先見到海水之 MT07 工具鉗呢個外觀呢，偏向於戰術同埋實用嘅風格，咁設計就比較緊密嘅，每個設計都有佢獨立嘅功能。同埋地用嘢，佢係摸上手係有啲質感嘅，即係唔同一般嗰啲輕飄飄嘅工具，一用就攣唔同。佢摸上手呢係可以感受到非常實在嘅用料。呢個外觀無論係屋企作為應急工具，還是係戶外作為求生工具，美觀大方而且係專業，個人認為就係平價工具裏面嘅首選。咁講翻佢收埋嘅時候呢，可以見到呢度邊有一粒步槍錘、步槍珠人嘅，遇到緊急嘅時候呢，就好似我咁手揸住，對住啲玻璃、門窗啲邊邊角脆弱嘅位置呢，一嘢撲落去可以保護自己嘅，作為逃生或者係避難嘅時候用。我哋打開把鉗咁啊，見到呢個鉗頭係 CNC 嘅一體加工，材質係30CL 嘅馬氏不鏽鋼。鉗仔嘅前面係尖仔鉗，中間係標準鉗。咁鉗仔合埋之後就係非常標準嘅，就冇發生偏離或者係高低不平嘅，非常之精準。咁呢把鉗係有彈力嘅，用完之後佢會自動彈開，就唔使每次都用手去撐開佢，更加輕力。鉗仔嘅裏面有見到兩塊突出嚟嘅金屬片，啲軟身嘅金屬嘢嚟嘅，即係例如係膠皮電線啦、尼龍繩嘅。呢把鉗嘅最裏面呢個位咧係凹落去嘅，凹入去呢個位可以用嚟剪啲硬身啲嘅金屬，例如係鐵釘、鐵片或者係鋁線，用緊係鎢鋼材質嘅，剪啲係銅線啦、鐵片啦都非常之鋒利。呢個鉗仔嘅手柄嘅左邊位置咧，隱藏咗一個十字螺絲批同埋一個一字螺絲批。十字螺絲批、一字螺絲批，咁平時呢個位還可以攞嚟做開紙皮箱啊、開快帶嗰啲嘢。咁呢個鉗嘅手柄嘅右邊咧係隱藏咗都係三角小工具。呢個咧就係一個開樽櫃嘅開罐器嚟嘅。咁呢個就係穿線器、引線器，線喺呢邊穿過去，呢個窿出嚟嘅，引帶住啲線咧穿嚟穿去嘅。咁呢個就係破冰器嚟嘅。仲有一樣嘢要介紹嘅咧，即係佢呢啲工具咧係全部都可以鎖定嘅。通過呢個位撳住佢就可以鎖定嘅，鎖定之後佢完全係唔喐嘅，非常之簡單。即使你係第一次用，地都識用嘅，非常之人性化一個設計。以上介紹啲功能，啲工具全部都係可以自己鎖定嘅，完全唔需要學。睇翻啲工具鉗手柄位嘅正面咧係一把主刀嚟嘅，打開係戶外就可以睇啲比較大嘅樹枝或者係生果。而家係鎖定咗嘅，想去解鎖嘅話咧，就要撳住呢個拉入鎖嘅位置。撳住佢就可以解鎖，收翻入佢。呢把鉗嘅右邊呢個位咧，打開一把鈎剪，咁睇就有啲似海豚啦，開到90度。鈎剪嘅一邊頭係圓頭嚟嘅，仲有咩好處咧？當你需要剪啲嘢比較遇到皮膚嘅時候咧，就唔會怕話剪損隻手啦。呢把鈎剪係有彈力嘅，平時用嚟剪啲紙。還是剪呢啲比較粗嘅束帶，都係輕輕鬆鬆一樣嘅。唔用嘅時候咧，就撳住呢個鎖嘅位置，收埋好佢。呢個鈎剪嘅反面咧係一把錘仔嚟，紋路係交叉嘅設計。見到錘仔嘅背面係一把尺 CN 單位，同埋上面係寸嘅單位嚟嘅。跟住呢個鎖解鎖。收埋好佢。呢把錘仔嘅旁邊係一把小木鋸，放大啲相似嘅設計嚟嘅。有咩好處？相當於你一嚟一回咧，已經係鋸咗2次噶啦，更加輕力同埋科學嘅一個設計。而家海水之新品 MT07 工具鉗就介紹到呢度啦。如果你哋想了解其他產品，歡迎關注我哋啲 Facebook 或者 YouTube。咁啊，聽我下次分解。多謝。